欢迎来到星耀盛世品优最美哀悼印象2018云南广播电视台娱乐频道新年演唱会现场。各位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首先，请允许我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昆明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龙总，非常荣幸能够作为有台的主持人，成为我们今天这场非常盛大的演唱会的嘉宾主持，为各位主持。是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光临。我想，我们的晚会的主办方之所以邀请我来主持下面这2个节目，是因为我本人和下面这2位表演者还是颇有渊源。因为今天晚上站在这个舞台上的很多非常优秀的艺术家、很多歌手、很多歌唱家，都是来自我们全国各地、来自我们省各个地区非常优秀的表演者。他们有来自各个少数民族非常优秀的歌者。少数民族文化灿若星海，泛若星辰。所以我想，每一个少数民族站在这个舞台上，都将用他们本民族最动听的歌声传达着他们的情谊。而接下来我将邀请上场的这位歌手呢，是一位来自苗族的青年歌唱家，他的名字叫做邹星秀。首先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他上台好吗？星秀你好。主持人好，好漂亮，谢谢。我知道这是咱们苗家最具有特色的一个民族服装了，是吗？今天是盛装出席，我想今天晚上站在这个舞台上的心情格外的不一样吧？对对对，很激动。非常激动。刚才我说了，其实龙总我本人呐，和你还是有一定的渊源的，因为我本人也是苗族。哦，你也是苗族？没错，天下苗族是一家。所以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和我们的苗族的青年歌手邹星秀站在这个舞台上。那接下来是不是把时间交给你，为大家带来非常好听的歌曲好吗？啊，谢谢谢谢。好，一首《美丽蒲枕黑》献给大家。来，掌声有请。十里桃花源，香在鸟心扉。来到美丽的蒲枕黑，此处
好听，谢谢。请留步，星秀，星秀。所以说呀，咱们苗家儿女真是人才辈出。我们的周星秀是从苗家飞出的百灵鸟啊，这个唱歌当中就是我们周星秀了，主持当中就是龙总我了，我们都是苗家儿女是吗？是是是，特别荣幸。